捌一年时间超过，日头也伫身边，完全是少年时幻灭的瞬间谜底。大江的呜，爱下落雨，做伙来呜，音乐才有。大家的呜，因有情有，换你来呜，做伙跳舞。伊是日是双水，我两千八点。记录是着是你记住咱的老的节目。各地各种也是错，要看。一定吃海产，我要小摇滚。伫一个美丽世界，无你想的遐简单。我做人命希望。每一个人心内中一定有一个想象出来的美丽世界，但是每一种生活拢足艰苦的啦，无啥较简单，无啥较自由安尼。台湾这个较多元的国家，我感觉你不管是用什么款的表现，拢有人会去买单。生活是像海洋，有失去有失落，人生路都袂完整，吹着风看着海洋。写批来，互阮讲，恁的音乐陪伴伊伫什么款的时间点，伊足悲伤的时阵，我捌想着安尼陪。自由自在，充满人情味，这是我对这的记忆，嘛是我介意这个所在的原因。人生百百款，逐工拢有足侪故事伫发生，有的会当写做一首诗，有的会当做成料理，有的会当创作出一首歌，拢会当变做你家己的记忆。即马对我做伙感觉，找到你介意的音乐气味。海味61号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海味61号，我是爱听团的 rap。今日来到这是新北头车站，我要来这找一团听讲真厉害、真拼的乐团，而且因的团名听讲甲宝可梦有淡薄仔关系，咱来听看卖啊，因安怎讲。嘿 ，Hello， 你好。马七啦，这个名，做一人想讲你是看宝可梦去好呀，是安怎？马七啦，你台语就是要马七啦，对。马七啦，你台语就是要马七啦。对。啊，既然安尼，我就是要来问恁讲，啊，恁做台语的创作迄当中，讲有拄到啥物困难无？我家己住三年埔啦，就是因为厝内人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因拢咧讲，我就自细人拢听，拢会学安尼。但是就是大汉了后，国中，阮朋友就是身边的人拢袂晓讲台语，我就想讲，我想要宣传这文化，对文化，台语的文化，对。甲国语足无共的所在就是台语讲一寡成语啊，就是一寡话较土性，对，啊较接地气安尼，对，国语就较自式化一点啦，像就是讲寒男加小金这种，因为恁一寡歌啊，拢是因你家己自身，恁就是咧写我家己啦，写你家己嘛，对无？搭一条歌，有伫讲啥物代志无？美丽世界吧。因为迄当阵啊疫情嘛，就是大家其实我感觉全台湾所有人、全世界啦，所有人其实拢过了就无啥好，所以讲我迄当阵就是想讲，我希望大家会当看看这个世界其实足水的。恁内底有一句歌词写讲，美丽世界无恁想的遐尔啊简单。对。所以我咧想讲，要问恁啊，恁做这条歌的当中，敢有去讨论过讲？什么是理想的世界？什么是理想的世界？恁家己有想过无？就是我感觉每一个人心内中一定有一个想象出来的美丽世界，但是
每一项生活拢足艰苦的啦，就是无啥较简单，无啥较自由安尼，但是就是为着迄个家己的美丽世界去拼，放我轻松安尼。咱来听恁这条美丽的世界。好，来。好。伫一款美丽的世界，无恁想的遐简单。有偌多人命甲死活，拢无在咱的控制内。是需要时间，也是未来，也是我心中的迄份温暖。伫一款美丽的世界，有偌多人甲你同款。他们都说我最近好像过得不太顺遂，但是却不只有我一个人而已。好想赶快解决这一团糟的我，cause I can't wait, yeah. 不要逃进黑道，是别找起头。看我的侧靠，看够光效，这是你这世代，让别负完摊。我知，不敢问，伫这款美丽的世界，无你想的遐简单。有偌多人命甲死活，拢无在咱的控制内。是需要时间，也是未来，也是我心中的迄份温暖。伫这款美丽的世界，有偌多人甲你同款，无彩。有偌多人甲你同款，无彩。无恁想的遐简单，有偌多人命甲死活，拢无在咱的控制内。是需要时间，也是未来，也是我心中的迄份温暖。伫这款美丽的世界，有偌多人甲你同款。偌多人甲恁同款，有偌多人甲恁同款。看过恁的演出啊，恁的现场啊，看过的人，我拢听讲，敢若一个字，拼，就拼的，足拼的。所以我想讲，
恁大概演出拢变到底啊，是讲变到变过安怎？阮咧真正咧表演，看表演这个代志是我感觉讲咱就是真专业。尽全力，就是全部奉献出去安尼，互观众欢欢喜安尼。哦，下骹大家的观众朋友拢欢欢喜，所以大家的观众朋友啦，看恁变，伊嘛对咧变。对。啊，因若变，恁就愈变。对，就是安尼。大家的现场的 live， 这场的现场的 live， 后一场无一定看有。无一定共款啊，就是对，拢是无共的体验啦。啊，来讲恁这张专辑内底，叫恁拣一条歌出来，能代表讲恁家己的想法的话，你会拣哪一条？是不完美吗？还是无想过？应该是无想过啦。无想过啊。对啊，应该是无想过。当然，你这样讲的无想过，讲你无想过讲这条专辑哪一条是上有意义？是这条歌叫做无想过哦。啥会拣这条？我感觉这会使就会使代表咱即卖的状况，就是咱做每一个决定的时阵，会淡薄仔冲动啦。就会淡薄冲动，但是倒转去看，就是讲，就是其实拢是感谢迄个时阵，迄个时阵做迄决定，无好的无好的拢是对阮来讲，而且拢是你家己的决定甲选择。对。好，我会记恁有一个工作室哦。对，工作室。哎，要带我来看卖啊。好啊，来。好啊。拢真多，拢要付，佮想要安怎找？一天，时间哪会变这短？还阁有真多愿望要实现，拢要付，佮想要安怎找？直到我袂记当初的初衷，但是人感觉当初是我无路用袂记以前的路。灵感不去找着过去的方向，时间到底在倒？我无想过未来变到这多，明仔载阁有空会，也到要喘几其实我想过，痛苦咱才会改变。我走过以前的我，感谢伊当初我拢无想过。体会拢无同，人甲天气同款有变化，一天，你敢知影你是谁？莫讲我的人生冷看看，无你来过我过的生活，不敢，因为你根本拢无差。但是人感觉有当初时我有路用袂记以前的路。灵感要去找着过去的方向，时间到底在倒？我不知影，嘛不甘愿，是天的做，也是人在看。我已经不知我到底是啥。我无想过未来会变到这多，明仔载阁有空会，也到要喘几其实我想过，痛苦咱才会改。我走过以前的我，
所在就是恁的工作室，对，这就是咱做音乐的所在。所以恁练团在遮。练团是咧天母，天母一间天母遐，啊，这间是咱做音乐编曲啊，编曲对，制作，这种拢是伫遮。哦，所以专辑录音啊啥，录音拢伫遮做，对，所以这专辑嘛是伫遮做。对，专辑嘛是伫遐做，对对对。恁伫写歌、写词迄当阵、编曲迄当阵，恁一定有讨论嘛？对对对。啊，讨论基本上来讲，拢顺的嘛，还是讲会去原价，还是安怎？一定是讲会迄种哦，这无好，你爱改，我不爱改安尼。一定会无啊，但是因为每一个人听的音乐拢无共款，但是就是磨出来，咱感觉就是这感觉对啊，咱就做，就无去想做。敢有捌讲冤家啊是？嘿啊，冤家啊。是袂到冤家啦，但是就是搭水果安尼啦。搭水果。对对对。哦。冤家就是，敢会大细声？大细声拢是因为行政顶管的代志啦。因为阮家己就是四个人咧处理所有的代志，所以咱会因为别的代志去冤家安尼。哦，不过嘛是要互代志较圆满嘛，对对无？所以我就是讲一句话，就是技术毋是最重要，就是人品就是最重要。人最重要。人最重要。所以恁为2020年组团较紧，较紧嘛。恁三年哇。对，恁一开始组团人敢有去设定一个目标，还是讲恁是组团了后，才慢慢有浮起来一个目标，4个人的方向拢有共款安尼。做音乐这是一个兴趣嘛，阮的想法是，咱有持续伫咧做，就这代志，咱就感觉足满足的。像讲是讲，恁即马搁有一个共识，就是讲咱即马继续做，继续做，对对对，无想做，就是继续做，啊，发片安尼，看有啥物情况安尼。继续做，然后做较好的音乐，互大家听安尼。好。因为目标这种物件就是你到一个站站，就是换一个目标；到一个站站换一个目标，所以无绝对的迄个目标。哦，你安尼讲嘛对啦。嘿，啊，若是讲要甲大家介绍恁家己，恁是安怎介绍？哦，我是吉他手小龙。哦，还有我是贝斯手易安。这台中的，这在地讲话拢大伯。大贝斯诶，大贝斯哦，大贝斯。好，还有我是高手大马。好，我是唱歌的，我是Jimmy。都唱Jimmy vocal。好，vocal。对，今仔非常欢喜，爬起来咱海味61号，甲咱分享因的一寡趣味的代志，啊个故事，一寡故事，啊个啥啦叫做爬起来，啊个。因个团员的名，毋是宝可梦内底的人的名，拢有过来，是真正家己号出来的名。所以因的专辑，咱大家来甲期待，啊个参加啥物音乐节啦，讲要办啥物专场啊，大家来甲支持。哦，该捧场些。捧场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我从来不捌伫人听。
叫来搏，头前的路是我志向，我是一个无路用的囡仔，对我安怎？莫搁听别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海味61号，我是爱听团的热富。今仔来到这高雄第一科技大学，咱要来找这内底上海味、上热科的人，行，咱来学校内底看卖啊。各位咧，同学，请问一下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唔是迄个色用武术吗？是啊，是啊。这个学校迄个热音社伫哪里？敢知？伫顶悬啊，我无见到4楼嘛吼。4楼。你要去看卖吗？看下你敢无介绍？你敢这间学校的学生？我唔是，我身边这位是。哦，好啊，无恁带路好无？好，行。行来看卖者，吼。你也毋是这间学校的人，你又无伫遐读册，你甲我约去遮高雄第一科技大学是你约安怎的啦？早无钱找所在练，伊讲遮会使免费互阮练，阮就一直来遮食豆腐安尼啦。安尼你遐练10档呢？练大概3、4档差不多啦。3、4档唔啦10档。买手嘛是爱去工课有些块钱，就去外口找所在练啦。哦，算讲一开始就先遮练就对啊啦。搁遮，阮对伊种一直拢放伫阮的心内，做侪条歌拢是伫遮写，嘛伫遮玩过过啊。所以恁对遮的是我记忆拢较丰富了，对，较深了，对。对。哦。你阮较早咧耍的所在啊？当初是啥物关键，还是啥物原因，互恁去决定讲要继续安尼？一开始表演写歌嘛，出专辑，每手就一直表演啊，台北、台中啦，做侪所在拢做伙去。阮拢无真正去休困来讲，阮死会想要啥物。啊，无即个机会去了解对方咧想啥物啊。啊，每手就一寡冲突。就是想法上无啥共，上重要的代志无好好讨论，想法无交流到啦，所以尾手就有一寡冲突嘛，我就退团啦，有冤家就对啊啦，冤家，小可冤家，小可冤家啦，做凊彩你啊，迄时阵就凊彩你啊，其实阮拢做平静的，就是伊有想要做的代志，迄个时阵啊，对，阮就想讲，不要紧，就莫去阻挡你的梦想，你想要创啊，你就去的，感觉安尼，对。啊，尾啊，就是啥物原因、啥物关键，互恁去决定讲要来继续安尼？迄时阵尾手其实我嘛是继续一直有咧表演，我知，毋过我感觉伫编曲的想法上，我感觉较早差伤远啊。尾手有一天，阮三个就坐伫海产店，阮三个就咧开讲安尼啦。其实阮即个想法一定伫阮心内定足久啊，只是阮三个拢无去透开来讲伊像歌曲来讲，我感觉最近的曲嘛无啥对。我讲安怎讲，我就嘛去了解嘛。啊，贝斯手伊嘛是有甲我讲，伊嘛是有同款的想法。啊无，俺靠王力问看卖好啊，看伊坐出来食饭，看伊真咧创啥。哦，是用食饭甲招出来。安尼较轻松，啊，就一个鸿门宴安尼。啊，就甲招出来。啊，迄天讲的讲，阮希望讲你搁倒来甲阮做伙佚佗，做伙耍。因为我感觉你编的物件，我嘛是较喜欢。
就是因为安尼，然后就个变个顶组对啊。主要是做一当过，大家的想法嘛无共。较大汉的较捌代志啊，较少年的时阵想的代志拢无共啦。好，安尼的话，我就要来问讲，恁的专辑进前有迄落日出嘛？日出我来，因为你捌讲过。对。日出是一个青光的少年。对。啊，再来就到风嘛。嘿，对。风迄当阵就准备要当大人。嘿，就是较冲啊，迄个时阵上冲的时阵啊。啊，到2023年迄当的曲势。对。啊，恁会安怎讲？曲势伫华语叫架势嘛。啊，就是要展出我的曲势，互恁知影阮的厉害。足简单的一句话安尼。啊，毋过我感觉。嘛袂使用较早的个性去讲，所以伊编这首啊，伊用较 disco 的方式，较轻松的气氛。啊，过我咧讲的物件嘛是该唱的。当初是恁做这条，啊，伫编这个曲迄当阵，敢有想讲跳什么舞？跳舞吗？嘿啊！我咧讲，我今日去跳舞吼，我当是安尼啊。我就是有认真问过家己，我无适合跳舞。不过。我想要看到观众咧跳舞的感觉，当然有会使用我的歌去表现啊。啊，大家拢笑笑安尼。这嘛是阮写想要追求的。是吼。对。展出我的曲势，我免讲伤济，现就是我应该用尽所有表现。时间剩无济，你啊你这咧戆说，机会随时有人甲你争。完整的人生，一年比人去予送头提去，后一步要去倒位？好啊，歹找无出路，可能暂时无方向，要安怎行？一切拢随风，头前的路总会看到。想着心内的梦像大海，把酒天开变阻碍，这款心肝无人知，需要爱改变，证明我的厉害。展出我的曲势，话免讲伤济，现就是我应该用尽所有表现。时间剩无济，你啊你这咧戆说，机会随时有人甲。时间，怨叹为虾米，为着虾米？命运的车红灯，后一步伫倒位？咱无时间，搁再怀疑。展出我的曲势，话免讲伤济。现就是我应该用尽所有表现，时间剩无济，你啊你这咧讲说，机会随时有人甲你争，展出我的曲势，互人为我牺牲，人生地地我不愿做一个笑话，过去我来用你一回，完整的人生，一摆无聊的人照过，一摆无聊的人照过。
拄仔讲到迄个酷水一条歌，是2023年王力离开了后，过足久的时间为谢永武所写的第一条歌。对。所以迄阵我听到迄个 demo 的时阵，迄阵有一个足深的感动。咱介意的王力的伊的物件搁转来，伊无伊啦，无伊，伊无伊啦。迄种感觉足歹形容，就是咱来迄个谢永武气味。哦。所以这条歌对阮来讲足重要。感动。等出我的曲折，我唔免讲伤济，我唔免讲伤济。大家听足欢喜，但是阮两个听足感动。听恁这样有一条歌《枉费青春》，嘿，你内底有写着一句词，是写讲可爱的志气，你即嘛是走去倒位去？恁咧写即句词，迄当阵是讲你是要写互现在的家己，还是讲你缅怀进前的家己？其实拢有。即摆我会去想讲，我时阵咧想啥，所以我歌词第一句我就写讲，看到旧相片，情我毋万里，因为我感觉迄时阵是一个做少年的面容，笑容是一个做单纯的囡仔的感觉，哪会变甲像迄伤痕累累？我咧问我家己到底创啥物？我嘛咧问讲，迄时阵的我走去倒位的感觉，哪会变像即摆安尼？我听起来，我家己感觉就是讲，少年的家己难免会较冲嘛，再来就是讲，愈来随着迄年岁愈来愈大，到一个岁数，伊人就想较早的家己。我若是少年迄个较冲的迄个少年家己，即马等下我即马的我哦，反正我会用去做较侪无共款的代志。阮写歌一定拢是希望讲，观众可能100个，可能上无嘛有一个，伊可能的处境甲阮共款的。对。所以我嘛希望讲，这条歌写伫伊的心内，会使互伊鼓励安尼。对，莫去浪费时间，继续行就对啊。对，这是阮想要做的。对，我想要找你来一个，阮第一道翕团照的所在。安尼哦，好啊，咱来，吼，好。这个所在，对，街仔头糖厂。所以当初是恁在遮翕恁的第一张的相片。迄当翕第一张是几年前？2013年。2013年，哦，安尼淡要10几档啊嘛，对无？初看迄当，我看恁拢生了拢较温顺的，因为搁听恁的歌，拢较冲，迄风格拢淡薄仔冲突。我就想讲，恁是安怎去调整甲恁的状况，甲恁的歌调整甲一个较拄好的一个 tempo 安尼。tempo 甲一个 balance 就对啊啦。我无特别去调整，应该是讲，阮介意的物件，拢是较介意较重的、较大件。毋过，毋捌真正去照镜，阮的面是算较人讲的乖学生的面，安尼无去想过这个问题。就是自然去家己想要写的、想要做的，家己表现出来嘛。毋过你拄则讲的迄个 balance 啊，其实阮一开始真正有想过，嘛是希望讲，阮的歌拄一个人10个、100个，甚至1000，互愈来愈侪人听。毋过我感觉安尼想法去做音乐，伤忝啊。买手阮就哪做哪行，哪做哪行。然后迄个 balance， 我感觉渐渐会找到阮适合做什么款的音乐，就会有什么款的人来听。其实我感觉什么伫台湾这个较多元的国家，我感觉你不管是用什么款的表现，拢有人会去买单。对，这是真的。一定有人甲你欣赏。对，嘛是有人会写批来互阮讲，恁的音乐陪伴伊伫什么款的时间点，伊最悲伤的时阵，我捌想着安尼陪。有恁的歌，听者拢后，拢会互听的人感觉佫有一寡希望。无啥物是无可能的。对。上主要是你家己这关爱过了会去。对。过了会去，你后一关就过啊。对啊，所以一开始我拢希望讲，阮来一定爱做红、做强的一个乐团。我感觉即马较袂去想这，因为阮豆豆去找着介阮的观众朋友。对，所以这个想法，我感觉我一定找着，但是安尼做安尼行，就是我想要陪。
好出来，予咱真少听看卖。你我的眼神，敢是有变远？同款的所在，同款的未来。你看出去的世界是啥款？大声喊予出来，予咱真少听看卖。你我的眼神，敢是有变远？同款的所在，同款的未来。同款的所在，同款的生活是像海洋，有失去有失落，其实路途袂完整，吹着风看着海洋，感情袂人的风景，车爱长线车到万事，万事如意，万事如意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，万事如意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万事如意。这10冬以来啊，恁安尼算落来，除了讲恁组团搁休团，搁重新再出发，恁家己对这个市场甲这个环境，恁家己有感觉有啥物无共？感觉环境是较愈来愈好啦，就是讲尤其是喺高雄。较早阮拄仔出来时阵，其实会当表演所在无讲介多。对。高雄的艺团中心即马嘛起来啊，政府嘛会支持。高流嘛，啊搁高流啊，啊，中央嘛有做补助的，啊补助咱遮做音乐的，啊袂受着讲迄个钱的困扰，无得做代志。好，啊，另外我想讲啊，看恁家己2013年迄张创作的一种作品来讲，恁即马看有啥物趣味的感觉，还是讲同款介唱安尼？其实我感觉伫遮会使简单讲，即马台语拢有一个叫导引，迄时阵我无咧管这，然后即马去想讲啊，我迄时阵也捌，我感觉会互愈侪人感觉阮是做珍惜即件代志的，因为迄时阵真正较毋捌，我感觉写词啊，佮发调啊，我感觉算是阮较一个小小的瑕疵安尼啦。啊，你若讲像编吉他、编鼓啦，是讲甚至伊的贝斯，我感觉迄时阵的阮咧做遮的音乐的时阵，我感觉是真正是青春两字。我即摆有时赛车嘛是可以听者。哦，安尼袂歹啊，就代表讲恁的热情原在嘛，对无？无毋对。哦，所以我来讲，恁10年前做的物件，恁10年后，恁看家己的物件，你看到是讲，我会用做较好。毋是讲去看讲哦，10年前做的物件是拢袂使安尼。袂啦，袂安尼想，对无？系啊。阮今仔海味61号非常欢喜，使用武术来到遮来去分享因的热情，啊，佮因的青春，透过因的歌曲势，你听落了后有 disco 的迄种欢喜的感觉，而且佮用互你家己去听一寡，发现一寡，拢有一寡较可能用去较好的所在，所以非常谢谢。西洋武术，谢谢。感谢。坐上一梦往北的车，路途要去行，目睭刻刻半困半醒，做着一场梦。渐听见有人在叫我，情
势，梦醒后变风吹。啊哈！过去的人生是欢喜搁赢赢，失败到底。啊哈！跳拢过孤单，我才会当体会。会讲少年的回头望。为日出开始，是假找机会，行过万里，望你斗阵做伙。我准备好势，梦醒后变风吹。啊哈！啊哈！失败到底，啊哈！会讲少年的回头望，跳拢过孤单，我才会当体会。跳拢过孤单，我才会当体会。我头去拍七啦，拍七啦。初初看到这个乐团名的时阵，想讲奇怪，这个乐团名乃淡薄仔怪怪，小可无正经呢。但毋过毋是安尼哦，因伫做音乐是非常的认真，而且佫足认真的哦。尤其是伫做台语创作的部分，因佫有请老师来甲看，看讲有倒位需要修改，发音是有对，也是毋对。还佫有因的编曲的部分，嘛是会当互咱感受到满满的诚意。夕阳武士这个乐团名是毋是真有煞气？因的歌词、因的编曲，听落互人感觉到活力十足。听到因的歌，你会感觉到有一个情绪伫你的心肝头内底慢慢啊冒出来。继续甲听落去，迄个情绪会愈来愈远，会当互你支持，互你活力十足，互你面对所有的状况。这就是夕阳武士。